嗱，我喺第一期講過啊，廣府方言有啲神韻咧係用普通話難以譯出嚟，其中有一句係冇出嘅大頭佛。今日我就講一講呢句冇出嘅大頭佛。佛山地區一直都仲算富庶，佛山人啊又識得點樣搞啲有文化含量嘅娛樂活動。出秋式就係佛山人一種全民參與嘅文化娛樂活動。咁秋式自然係秋收以後嘅事啦。咁嗰陣時大家都比較得閒，想玩咯，有人牽頭話，不如我哋咁樣整啲嘢出嚟拎去巡遊，咁啊大家熱鬧下，亦都顯示下個人個藝術才能啦咁樣。一呼百應，於是八仙過海就各顯神通，利用各種廢物或者準廢物或者係多元物料製作嘅種種色色嘅手工藝品，組成一支浩浩蕩蕩嘅隊伍，吹吹打打咁就形成一個全鎮大聯歡。民間傳說話，有一年出秋式咧，發生過一件突如其來嘅事。佛山街上有個細佬哥，生得個頭比較大，街坊叫佢做大頭仔。咁佢好中意跟住人哋去出秋式嘅，而佢阿媽咧又唔俾佢去，咁佢偷偷咁就跟咗去咯。佢阿媽咧就去追，於是大頭仔就喺個隊伍裏邊啊穿來插去，佢阿媽咧就手上拎住把大葵扇，亦喺個隊伍裏邊穿來插去咁追。咁呢段阿媽追大頭仔嘅情節咧，係原先冇編排過嘅。巡行緊嘅人，呢個俾大頭仔推一推，嗰個俾大頭仔嘅阿媽撞一撞，都唔知係乜回事。咁推開咗就快啲企翻埋位，撞歪咗就快啲扶翻正。總之就係頻頻輪輪咁樣應付一連串嘅唔知會點樣嚟嘅麻煩。咁行喺隊伍裏邊嗰啲人咧，雖然係覺得受整蠱啊，但係滿街嘅人就唔知內情啊嘛，仲以為今年出秋式有新節目啊，咁喺旁邊就拍爛手掌。嗱，咁呢件事情咧就係冇出嘅大頭仔嘅原本情景啦。咁有過呢一回事以後啊，出秋式嘅主持人咧實行將錯就錯，真係將呢件事直情咁編入個秋式遊行嘅節目裏邊。為咗更好玩啊，就叫人戴個大啲嘅面具，動作就誇張啲咁嚟表演。咁嗰個面具咧係冇頭髮嘅，咁咧戴個大面具表演嘅演員咧，人哋就唔叫佢做大頭仔，而俾佢榮升為大頭佛。咁成個句子嘅冇出嘅大頭仔咧，亦都變成冇出嘅大頭佛啦。唔知道呢個來源咧，我哋就明白冇出嘅大頭佛嘅意思啊，係話想做一件事嘅時候，可能發生一連串嘅預計唔到嘅麻煩事，需要頻頻撲撲咁樣去應付。咩事啊，經理？你睇份文件咁多錯字㗎？Sorry 啊，經理。Sorry，你點知除咗錯別字外，你啲數仲計錯晒嚇？啲數位唔係多過零就少過零。Sorry 啊，經理。你知唔知啊？啲客戶打 N 個電話上嚟投訴啊，搞到我哋下邊客服部啲人員踢晒佢家陣。Sorry 經理。Sorry 有鬼用乜嘢啫？講 sorry 你啲金冇出個大頭佛啦，唔該你同我拆翻掂啲嘢佢。咁秋式巡行啊，中間仲會有舞獅嘅，舞獅嘅人亦都機靈喎，佢哋睇到大頭佛嘅利用價值，所以好快就喺個獅子前頭增加一個大頭佛嚟做引導，咁就更加增添一啲喜慶嘅色彩。而另外有啲機靈人呢，就更為大頭佛單獨編節目。聽講南海九江就有咁嘅傳統節目，表演大頭佛起身洗面刷牙，就拎起個鞋刷當牙刷，等下咧又用個鋤頭去撞鐘，裝香咧又好似鋤地咁樣，咁編得好滑稽，好好笑。咁但係咧好可惜，聽講咧而家會成套咁樣單獨表演大頭佛嘅藝人已經好少好少。按我嘅感覺嚟講無論出秋式或者舞獅，表演隊伍多咗個大頭佛咧，咁就成支隊伍都活力十足。藝術其實係好講究自然嘅，大頭佛嘅表演大多數都係自由發揮，佢哋表演得通俗而唔低俗。睇到呢啲表演我真係好佩服嗰啲引入大頭佛參加表演嘅民間藝術家，佢哋真係有好高嘅藝術感悟能力。
咁眼利，一眼就睇出呢個帶嚟麻煩嘅小插曲啊，實際具有巨大嘅藝術潛在價值。佢哋嘅頭腦裏邊啊，梗係有好多藝術細胞，經常處喺待激發狀態境啦。咁我覺得啊，廣府嘅藝術家喺呢方面啊，真係好有天分㗎。冇完呢個大頭佛，下一期我哋會講下畫咗隻耳仔上牆，記得帶定耳仔嚟聽啊！跟住落嚟播映嘅係其實錯愛。推行火葬係國家政策，亂埋亂葬係違規違法。土地係不可再生資源，節約土地可持續發展。我中意舞蹈嘅激情，等我可以綻放出自己嘅風采。身為媽咪，屋企人嘅笑容係我寶貴嘅財富，而工作則令我收穫到成長嘅喜悅。其實人生就係堅持同不斷嘅嘗試，做更好嘅自己。你就係漂亮媽媽。2009漂亮媽媽大賽冠軍獎品由 MG 名爵汽車佛山榮進店提供。晚間劇場係由